Eddie 喺天堂中第4個遇到嘅人，竟然係佢一生中最愛嘅太太 Margaret。兩人年輕嘅時候相識，雖然生活簡樸，但一直互相扶持，深愛對方。可惜天意弄人，佢哋因為一次意外而失去咗領養小朋友嘅機會。之後 Margaret 又提早病逝，留低 Eddie 孤獨一個，令佢長年活喺自責同埋思念當中。Eddie 一直覺得自己失去咗最重要嘅幸福，生活變得蒼白無力。Margaret 喺天堂向 Eddie 解釋，愛唔會因為死亡而消失，只會轉化成回憶同埋思念，以呢一種方式嚟繼續陪伴身邊。佢教 Eddie 學識接受失去，明白失去嘅愛依然係愛，而兩人曾經擁有嘅溫暖歲月已經足以成為人生最美嘅禮物。Eddie 於是學識咗放下遺憾，重新感受到愛嘅力量，亦都明白到即使人生充滿失落，愛過同埋被愛過已經令生命變得完整。真愛永遠會保存喺記憶同埋靈魂之中，而死亡都唔可以抹走佢。